兄弟平安，也新年快乐。咱这时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恁着用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用摇花唱歌，着用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摇花最大，应该受极大懊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这时，请起立。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使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定是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为死人中高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地的大饼，伊要对遐来个什么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是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个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感谢阮天理的爸上帝。这个是感恩的日子，阮数算伫过去的日子，你怎样引带阮，怎样用油抹阮，阮回顾阮的一生，真紧就过去。阮也看见主你的阳光，伫这个顶面来看来显现主你的疼，因为只有透过主你的疼，才有法度帮助阮。主啊，阮伫行兄一年中间来度过。阮心内充满感谢，也求主你继续引带阮，因为你是永远阮的石盘，也是阮及时的避难所。但阮要倚靠你，也向主你祈求。这个世间虽然拄着困难，虽然拄着疫病，总是主你犹原是这个世间的掌权者。求你紧紧，互这个疫情过去，也带领互。心向你的人会当定心立志来做主你的工，互阮骹步搁再整合好，搁来伫主的工课顶面尽力来行，也赐阮信心，因为阮主阮知，阮知倚靠耶和华的，伊的若是树栽伫溪水边，伊的根要拴伫河边，伫炎热的日，伊的叶犹原青翠，也伫抗旱的时，犹原照时结果子。当阮要像主你所赏赐阮的日，阮安尼来行，安尼来做，求主你帮助阮。阮也少年伫即个假日中间，袂当来到阮中间的
兄弟甲姊妹，有诶身体艰苦，也有诶因为出外，求主你甲因三甲之地，甲因做伙帮助因，无论伫倒落拢有助恁，甲伊同在。阮将一切今仔日所敬拜、侍奉甲奉献，摆咧伫主你诶面前，愿你感纳。原来当心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诶名，阿门。即时咱要请圣歌队，圣歌队要吟诶诗是：定我诶心，你着学老主。圣经，请咱来看马太福音第3章第13至17节，请咱三甲来看。迄时，耶稣对加利利的约旦就近约翰，要对伊受洗礼。若是约翰阻止伊讲：“我合该对你受洗礼，你反倒就近我吗？”耶稣应伊讲：“但请允我，因为咱合宜着安尼来尽当总的义。”就允伊。耶稣已经受洗礼，脸边对水上来，天忽然为着伊开，伊就看见上帝的神亲像钱仔降临伫伊的顶面，阁对天有声音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以上，咱阁来正道咱要请蔡长老来正道。今仔是重新出发。你们这平安，请各位出面隔壁讲新年恭喜，福杯满溢，真欢喜伫新年中间叫大家三个见面，一个新的开始。咱每讲师拢是要重新出发，咱每讲师拢是要伫主的内面真真正正看到耶稣安怎出发，古早信徒安怎出发，咱要安怎来出发？咱应该来重新出发。顶礼拜，咱迎接主耶稣基督降临，
那有点到五记辣条。其实这点到五记辣条有真重要的意义诶。这蜡烛是代表什么？主耶稣基督降临呢？我们每一个人，你看，不管是天主教，不管是东正教，不管是圣公会，还有我们在信仰委员会讨论的时候，都有特别讲过，点蜡烛的时候全部都要起立。为什么？那是对主的尊敬。但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一直到现在心里还有亏欠，因为我一直说赶快会有起立，可是有人不让他起立。为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信仰，可能因为离开神学院之后，大概圣经不太念了哈，所以没有起立。到我现在都觉得说，那是魔鬼在阻挠。我们应该让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做王，主耶稣基督在这做王，无一个较大，无一个偏差较大。你有看到这两盆花无？我的生日总统送花、副总统送花，我足少铺这个图出来。其实生日了送伊拢会送花，佮送礼物来。我伫感谢你们，足侪人想讲要来叫我讲话，常常咧讲透过啥会当讲一个话无，有诶无诶。我拢讲我无时间，因为我爱将这些时间拢总用了，通暗时通做主诶工。总是来到教会时阵，我真正要甲恁讲，咱教会无分大细。像咱今日咱看咱的圣歌队，咱的三零节章吼。其实叫我莫讲啊，我看是佮讲一遍，唔通佮讲啊啦吼，唔通佮讲。我亲自无甲加入，伊嘛来参加圣歌队呢。阮咱圣歌队根本都无练。人伊来对伊嘛是怀疑，人个来乌嘛甲讲失礼啦，歹势。伊讲袂啦，袂。伊今仔一直甲讲，唔通佮讲啊！我嘛是要佮讲。伊都叫我莫讲，我来讲，Peter 对无？爱讲对无？对，所以相对的，真正咱来感受到上帝要伫咱教会。行大代志，咱的圣歌队今仔有新来呢，因后生吼是用美女姐足嫉妒的呢，大8公分足缘投的，迄毋知安怎生，来，我看一下好无？大家你徛起来吧，大家嘛无看到，哎呀，人一来就参加咱的圣歌队呢，有心侍奉，上帝绝对感纳。新的开始，咱拢是有一个新的愿望。新的开始，每一个人，我是要甲恁讲，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拢是安那，拢是非常受到注重的。你每一个人，伊是顶礼拜迄个周庆祥弟兄咧领洗咧，对我来讲最感动的呢。咱这个一只胖健羊群，丢失的绵羊，我们把它找回来，让他在主的面前，伫主内底，我们相聚在一起，那多美好啊！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多值得赞美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到3楼爱山的时候，还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哎！我美女姐招呼完了都种，我感觉足好哎，路尾最大声啊！真的幕后的要到前面呢。有一天我们也会爱参加什么羔羊的婚宴呢？目屎特别搞啊！昨我听的，可能大家都有接到我的 line， 我姐说主进了，驻军啊！末日是不是到了？我不知道哦。但是目屎那个征兆里面，你看 COVID-19 一波接一波。那天说进来都有41个，我吓了一跳。那陈世忠说不止哦，可能还有50个哦。还有没有再上去的？但是过年到也很难讲哦，过年还没到哦，春假还没到哦，搞不好又会上升哦。他们守得很好，没有问题。但相对的，我们的心要更连接在一起。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参加羔羊的婚宴。我直接把这搞起，就是上帝的末日到的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那时候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份，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份。就像那个灿烂的，昨天各位都看到了啊，101哇，灿烂的烟火，灿烂烟火过了，不是鬼的鬼呢。我们说那个灿烂永远就留在我们的心里，永远的灿烂。我们为了主而工作是永远的灿烂。我们为了主，所以我突然想到，我就打电话给秘书讲说，明天开始1月份开始，所有的只要晚上的活动全部取消，那所有的接见，所有的除了约训以外，什么我都不接见，我要赶快把我的案子赶完。我晚上可能会多一些时间，如果会有容许的话，回有你那允准的话，让我去跟你们谈一谈，去陪你们。
因为我觉得我喜欢陪你们，但是他们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来陪我，其实我不喜欢，太浪费时间。对我来讲，那是浪费时间。如果他要来跟我谈信仰，我非常欢迎，我可以整个下午陪他。如果他要来跟我谈一些事情，算了，我不要，那个不重要。我们要重新出发吧。重要是什么？只见耶稣，不见个人呢。我们说教会以耶稣为主，我们所看到的是神的形象，我们要有信心呢。我们今天看到世新足球队来的时候，你们有信心？你们在踢球的时候，不是说啊，教会祷告，教会给您带祷啊，你得一点贪你啊，这个是不对的。而是我们帮你祷告，让你们有勇气，神保护着你们，你们还是要尽你们的力量，你们得胜。那个得胜的力量，在神给你们力量去让你们得胜。那么之后，给人听了讲啊，如果有一天万一的踢输了，会不会说祷告没有效？祷告有效啊，祷告一定有效。你们有信心，上帝会带着你们一步一步走，好不好？世新足球队的队员们有信心吗？有，好棒！我们有信心呢。我们不是说祷告上帝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给我，我们是祷告上帝，上帝让你有信心，上帝让你有足够的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的头脑本来不好，我国中的时候考北星呢，第5志愿，你要不然几间好参加联招。我那阵叫做初中哦，你们是念国中的，我们念初中的。你某书嘛念初中了哦，你某书可能念国中了，看一下少年。我们在初中要联考呢，嘉义的联考几间学校？5间，我考到第5间。可是我觉得很快乐啊，我是快乐，因为我爸爸妈妈从来不管我，他只管我有没有去做礼拜而已。所以我考上嘉中的时候，我爸爸也吓一跳，说啊，你真的考上哦。真的嘉义高中呢？对，你怎么考得上？我说我不知道，我就学习我就考上了。因为对他来讲是教会最重要，我考上什么根本不重要。我考上大学，他只问一句话：公立的还是私立的？私立的话就不要念了，没有钱嘛。公立的可以，因为公立有教育补助费。所以我从第1学期到现在没有再拿过家里的钱。为什么？我爸爸就跟我讲说，那800块给你，之后你自己想办法去生活了。所以开始打工，开始做什么？可是有一件事情，我爸爸一直告诉我，不要忘记教会。我们从20几岁就开始在开拓教会。我重新出发吧，只见耶稣不见个人吧。我们就看着耶稣的出发，为什么出发？理论上他是神的儿子，他上帝的囝呢。他的出来就简单的好，好像天使给包围的荣光降临好降临这个世界。哇！大家拍手，君王降临哦。没有呢，耶稣怎么出发？他去加利利，他到约旦河里面找那个施洗约翰呢，说你帮我受洗耶。所以说我唔得，我怎么帮你受洗？我不配啊，是应该你帮我受洗才对。他说错了，我要行这个义。周建祥弟兄受洗是为什么？在出发之前的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宣告。所以因为受洗的时候，当施洗约翰拦阻耶稣说：“我不敢帮你受洗。”这不是敢不敢，这是耶稣在众人面前要宣告，他要开始出来传教，而且他是承受圣灵的恩典，承受上帝的恩典。兄弟后裔他出来传教，所以耶稣跟他讲说：“你当这样，你当这样行诸般的义啊！你就是爱你行，你真正爱搞替我洗礼啊！”所以这是宣告啊！在人的面前承认主的人，在我的面前承认我的，那我的父必承认他，上帝必承认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画面呢，我这个礼拜都在看这个画面，我觉得它很美呢。我希望我们今年开始，我们不断有这种画面出现，不断有人来受洗，但是切记是你心里愿意的，而不是受强迫的。你自己心里愿意来主的面前，承认主是你的救主，主的恩典会在你的身上，会扶持着、帮助着走你一生的道路。第二个，圣灵降临。耶稣受洗的时候有一个事是什么？
像几箱鸡啊，降你的身上。其实我们受洗的人会接受圣灵，问题是你接不接纳他？你有接纳伊无？你若无接纳伊的时阵，你的受洗到下一个形式诶。我早已经讲过啊，我90几岁的丈人丈母，我的岳父岳母90几岁，走路都已经不方便了。他以前是很厉害的人，伊厉害到啥地步呢？伊做个宝贝，物件对胖去，安背包咧，就知影对物件对。遐三个啊，安尼第一个啊包咧无背，第二个啊包咧无背，第三个啊包有背，有啊，第三个啊去找绝对有。你不要想，你就像我去考试，无啥人知。我去考司法官，很少人知道。我的中心教育嘛，也很少人知道我去考司法官啊。阮对阮宝贝讲，恁阿姨啊会考掉司法官，甲阮太太讲。阮太太讲，你也知去考试？伊讲我的宝贝，讲恁阿姨也去考司法官。你真正考官好啊？有啊。有掉无？考中我都还不知道，是人家告诉我的。我就考上了啊。中心教育没有人知道啊。因为我一切的侍奉都照常，我是晚上回去再念书，早上是在土地上工作。上帝开你的智慧，开你的头脑啊！我当时跟上帝讲说：“上帝，我实在是时间很少，但是我会努力，求你开我的智慧，见为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上帝开我的头脑，让我头脑突然变得非常激励，非常好。不是我啊，不是现在哈，现在我已经没多啊哈，我现在已经老年痴呆症了哈。当时头脑记忆力很好。”不信我太太可以作证啊！那时候我为了追我太太，还要瞪我太太看啊！我可以把一本书看完，看了3倍以后拿给她看，我说背给她看，最少可以背80吧，对不对？应该有80有。现在呢，我背了80遍了，还不到1成呢。相对嘛，这个本来就很正常的嘛。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天开了，天开了，多美好啊！你受洗的人，美女姐，你有没有感觉到天开了？那种感受，那个很喜乐啊，那真的喜乐啊！你看到美女姐受洗时，因为那个她的儿子跟她的女儿就在那笑得好灿烂哦。天开了，然后之后她开始出来侍奉。那天我去李迪龙引导，我先在这里打一个广告哈，如果你们肚子饿的话，弄去李迪龙引导就好，引导做这物件。若无物件明天来买，互恁食，你免烦恼吼。因兜做者物件，你对你足甘心的。而且我发觉到他有一个特色，你看平安夜，他找很多赞美操的人一起来庆祝平安夜，准备了很多东西，我就知道他准备很多东西，我故意不吃东西，所以去那边吃饭，感觉上就是很温暖，不是说为了那个东西，而是那个温暖，很美啊。天开了。耶稣来的时候，天开了，不要忘记你们信主的人，圣灵充满的话，就天开了，天开了，好美的一句话。你有看到无？天开啊，天开啊，上帝要接到你。正八的受洗耶稣受洗的时阵，咧祈祷的时阵，安怎？天开了。所以你看咱咧领洗礼做讲啥物工课？祈祷、祷告，祷告以后天开了。参能兄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儿子女儿，上帝有没有祝福他？有。他现在骑车回来了吧？他不是去骑脚踏车吗？回来了哈。他们回来也要准备结训了。但是我希望你要告诉他，要有持守信仰，因为那个诱惑力太大。做个调查官在地方上是有头有脸，大家奉承的对象，诱惑力又非常大，但是要把持得住。待遇很好，地位也很高，但是要把持得住，那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他大有可为。我相信在上帝面前做一个调查官，上帝祝福你。还是在国安局的直播也一样，我们为这个国家做事，相对的我们要有见证，要有见证。那怎么样？与神同在啊！叫上帝行同款咯。所以讲有一个写到讲，这是我所听的，这我所欢喜的。这是我的爱子啊！你们受洗就是他的爱子，归入神的名下，我们就变成为兄弟姐妹呀、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可以相聚在一起，那是爱子，是跟上帝同步啊！上帝对我们，他开始出来传道，他要
先开始找学生，召集门徒，就开始传道。可到最后，他给我们最大的使命是什么？要一代接一代呀、一代接一代呀。主耶稣基督无伫咧安尼，讲咱免传道啊，不是，主耶稣基督交代咱来传道。他将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呢，伊将这个任务交给咱啦。所以马太福音讲，你安怎，你爱去招入来，然后给伊领洗礼。既然我所吩咐伊的，你嘛吩咐伊是，我所吩咐你们的，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就教导他们。主耶稣跟我们承诺什么？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叫你杀到地底，直到世间的落尾。这很重要的承诺我们如果真的来实现大使命，那是多好的一件事情。我这几天我跟基安长老在讲，我觉得我很亏欠。保鲜节手术，我都没有去关心他。庆祥兄受洗，我没有注意。我跟他讲，上帝说我要这么忙吗？新的一年晚上我不再理他们了。我想我应该多一些心思在教会的身上。多少人 COVID-19 慢慢等春节过了之后，看 COVID-19 如果没有再严重的话，如果各位容许的话，多少去你们家里做个探访，去跟你们交谈。不要觉得就阿张了哈，其实要跟我交谈的人也是很多，只是我不太喜欢，我反而觉得在教会里面是我最重视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讲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而不是这些同工这些同工你们应该自己去探访的而是这些弟兄姐妹们，你们是教会的宝贝，尤其你们新来的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宝贝。我们要看每一个新的家庭，你想想看，突然有一个儿子，你去有一日你不知道讲你有一个囡仔刚才讲你这个囡仔叫胖弟，你的儿子已经走丢了。突然20年之后，有人跟你讲你的儿子找到了，那个连续剧正在演嘛，对不对你看那个高兴大陆现在不是有发生了一个事情，说汽车那个开了1600公里去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被拐走了，可是他的儿子本来是不回来，最后回来了。那种高兴是这样才对像龙柱回头、浪子回头的故事要高兴一个人来教都高兴完了，甚至要对看到新人你们来，我们都很高兴宝贝，那个才真正的宝贝。我们信徒要开始出发了吧？信徒怎么出发？你来信徒先什么？先装备自己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有做一件事情，做什么？40天来教导这些门徒。讲我3年多来我的传道，在40天之内跟他们总复习。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出去传道，你要做什么事情？尤其在约翰福音21章，让我很感动。你爱我吗？他是李正龙执牧就是恩友教会的，现在已经上帝蒙召了。他就讲过一句话，因为他昨天听一个声音跟他讲：你爱我吗？你知道你爱我吗的下一句是什么？牧养我的羊群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群。所以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在马可罗迫切祷告。我们接下来复兴从祷告开始，我们可能预计3月份开始要来祷告。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就是都是形式化。我们要的是什么？跟神连接在一起。之后他们就开始什么？有小组就在家里面就开始聚会，他们就开始有家教会的产生。除了长老会之外，其实一个发展最快的教会是什么？各位知道不知道？聚会所、教会，他们称为教会、聚会所。聚会所刚开始没有教堂他们都在家里面你如果跟聚会所的会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自卑感他们每个人在分享、在见证你会发觉到说，他们心中充满着生命我们要出发了，我们怎么出发？使徒福音的书信第2章46、47节告诉我们：因当日伫圣殿祈祷啦，因专务伫圣殿搁伫人家处人家在民间里面做什么？在家中里面一起擘饼，
做伙食饭，做伙伫遐啉食，做伙伫遐享受，做伙伫遐交易呀。我们现在的小组是第一步而已啊。如果有哪一天愿意开放家庭的人，我们小组可能就开始周间里面到他的家庭里面去。家教会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家庭是个教会，然后邀集大家来，这样大家新的朋友可以来，在很轻松、很自然状况之下，他接受耶稣，因为里面写什么？赞美上帝，更重要的是什么？得到众民的喜爱，得到敬拜神欢喜的。咱不是干那大家聚会啊，咱处理了，还有这个家庭感觉欢喜的。这伫台北甲庄脚无共款，庄脚吼，拢定来讲带电脑前，他都无来甲我探访。我去监狱教会定来讲，丢了，其实小组拢去过啊，丢了也去过啊。讲阮太太咧艰苦，拢困袂去，爱带电脑来祈祷斗有效。我讲拜托的，他啥物人祈祷嘛拢有效，讲无啦，就看到你可能就较无共款。所以在乡下是希望你每个礼拜去看他，所以我甲贵乡是逐礼拜绝对每一个会友拢顺过会友。顺会友是基本，这是传教者基本的责任。啊，到台北吼，感觉要去人兜嘛足困难的呢。你爱先敲电看有用无？其实但嘛足无用呢。啊，无就厝里吼下啊足下嘛，庄脚足快无差，厝里足下。啊，可能爱这个多宽东宽西哦，其实起拢困扰呢。啊，所以讲我在这里给大家拜托，如果有一天你们容许我们去你们家千万不要收拾，拜托，垃圾的垃圾，变做上欢喜啦。卖恁也厝内，恁厝里安尼三黑白等啥物我拢感觉这是足正常的啦。卖那扣甲迄落感觉点都无自然啦。应该是上自然的状况啊，来，好像三个高档杂讲，你们是我们的一份子，我们要重新出发。教会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封闭耶，脱节。那做礼拜久了说成变形式化呢？到什么所在爱安怎？到什么所在爱安怎？啊，六条唔通应该爱坐咧，阮咱以前拢坐咧，唔通背起来，足无彩。咱到最后一日。拄好，咱上尊敬林牧师甲牧师娘要来点哪条？也至上帝降临，也至主耶稣基督降临，也至圣神的降临。不要紧，明年再过来。相对的上重的是安怎？这个教会家庭甲你的工作爱三合一啦，三位一体，不是圣父圣子圣神啦，三合一。你毋若伫咧工作上，你伫教会中间就是一副就有信仰的人，非常有信仰。然后在你的工作职场像刺猬一样，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职场里面，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每天很快乐的基督徒，乐意帮助人的基督徒，这样才有见证啊！你们甚至在踢足球的时候，要让人觉得说我们很快乐，我们为了主耶稣征战，我们一定会赢，要信心啊！而不是踢的说没关系，教练叫我要这样踢，没办法，我就这样踢。自己踢耶，高兴的踢耶，不是为什么？为了那个你们应该尽的义务，你们的责任，好好去踢他。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千万不能有任何封闭的行为啊！有人问我说：“蔡弟兄，你想他被想到200个人，你的意向？”所有的统计都告诉我们，就要有200个才可以真正做事工，在200个以下，你们发觉到长职有时候很累呢。身兼好几职两边爱关怀据点，两边爱参加这个，两边参加这，所以讲咱有基督会我在这里还是重新再讲一次，我们如果有祷告会的话，你如果忙的人真的不要来，只有我一个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祷告会就真的是为了你的家庭，为了这个国家，为了特别需要的来做祷告，没有任何的形式，不要把它形式化。你今天忙，你就不要来。但是希望在8点的时候，能不能养成教会做为讲起的时间，5分钟好，10分钟也好，做为第一的时间祈祷，各所在作为祈祷，你们去试试看。我在大观教会的时候曾试过，那个力量大家都吓一跳，那个力量大得不得了。我们会做，3分开始做，我还是强调，你有时间，你有闲，你有感觉要来祈祷的人，还是有需要的人，你再来祷告，再来教会祷告，而不是说为了讲惊红看讲我无来啊，敢若我较信仰较歹，教会不要比信仰，
卖比赛较热忱，那个都不重要，上帝在看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小组怎么去精进呢？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事情，我拜托各位试试看好不好？你们各小组自己建立群组。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我从那个今天所谓的那3年的身上，我就知道说，群组很重要嘛，对不对？我要建立群组，各教会能不能建立群组看看，他成为属灵的伙伴。有什么事情，只要你们群组知道就好。你有艰苦心，你有恁这个小组知就好，我们对我保养，迫切为祈祷。因为这是不是结党？这个不是结党，这是叫做团契 （koinonia）。你有没有一个人看会当今仔日开始，伫恁遐搭开始来建立群组，互相最起码群组里面互相问安。我感觉即摆有这个 line 一部好呢。以前啊，你个过年的教拢收200-300张的贺年片，你得搁甲回呢，了足侪钱的呢。得搁带家己签名，签手拢酸，拢拜托秘书倒签，名都无写，都有法度。即摆今年算的抽20张尔。大家用来新年恭喜哦，对跨年你拢一直传一直传，我感觉嘛一部好呢，节省啊。无你爱搁写，爱搁去印，爱搁去寄，感觉足麻烦的。已经几啊档拢安尼啊，即摆开始用来哦，我有够好有够好。你若搁迄个若开始迄个春节有无迄上济问候上好，只要拢用来就好啊。一直用简讯，就用来就会使，搁免钱。所以看看我们今年等一下的，虽然我们只有差不多25分钟到30分钟，我们能不能尝试来建立一下群组，那互相共享，成为亲密的家人。除了你的家人之外，你这个小组就是你的家人。你这个小组要让他长大。你们这个小组永远就是安尼，你跟他一起生下愈大愈大愈大，到可以分开枝散叶。你免烦恼啦，咱各位。你甲我讲安尼，可能坐700个就满去啊，不要紧。那个几啊场嘛不要紧。咱若会当时阵你要看就台湾教会是一礼拜5场，拜六2场，礼拜日3场。咱教会甲礼拜3场、4场嘛不要紧。上场是安怎？有人要来请君主啊，所以你要去互相共享啊，要互相鼓励啊。你真做福音的精兵啊，互相鼓励了讲，咱来招啥物人？我就希望讲小组，你这个小组有一日大家都想讲，无咱当时咱做伙来食一个饭呢，做伙来到一个所在探访啥物人，做伙来病院看一个啥物人。这病院现在好像还没开放嘛，还没开放。我想有一天会开放的，还是有一天会开放，互相去关心一下。那个真正成一个家的家，小组成一个家教会，成一个小组的教会。那我们要互相鼓励，在记录兼兵，那么之后再寻找你的好朋友。来参加小组，就今天我们那个帅哥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请他礼拜，我们请他上去上面跟这些青年在一起。为什么？他们语言沟通可以沟通得了。如果我们这个教会的青年越来越多的话，这个教会就真的是为蓬勃更发展。成人我比较不担心，可是我不否认我们教会不是我们教会而已啊，其实很多长老教会连主入学都没有了，这是一个警讯。我们真的要有一个警讯。为什么？伊拢台语听无嘛？台拢一直去到外口排讲国语，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是一个警讯。咱一定要想办法让咱小组更精进。小组是在团契中彼此相爱。什么叫彼此相爱？你要对他付出真正的心。你们小组以后，今天我们小组要写名册，等你写完名字以后，我希望每个人每天为他祷告。不要花你3分钟的时间呐！我今天为了林桂香，我希望祷告他。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情，但是上帝，你照顾着他。我为着干丢来做祈祷，我为着明宪兄，明宪兄即摆是生意做啊。人别人是咧关店，伊是生意做，我唔知要安怎做讲起嘛足可怜的呢，安尼母啊呢，无啦来较入来咧。上帝祝福，伫即个时代有生意开也无生意，伊生意是咧做袂了。那上帝啊，祝福因啦。那团结在彼此相听，我会关心着伊，我会想着伊，我会看着伊啊，像这盆水相共啊。咱每日若像这盆水甲放咧点点，你觉得那个水会怎么样？久了以后都臭掉，变没闻，登革热，这盆水无效诶。然后我把它使用一下，我把它泼，给它流向大海。可是如果你把这盆水又放在冰箱，
还佫较忝，转缩去，心转硬去，心硬了，永远这盆水永远是起不了作用，因为心已经硬掉了。你的水应该怎么样？加热，心里要火热啊！火热以后，它就变成水蒸气蒸散开来，全世界都是你的，每个人都是你可以传福音的对象啊！这多美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人生会长大3次，第一次是什么？细汉拢人给你顾调调。第一次突然你去上学，我那大宝去上学吼，我们其实很紧张呢。或许讲伊去，毋知要考几日，因为阮查某囝吼去西门教会读主日考3日，我专唔敢甲抱倒来。伊无读幼稚园，伊无读过幼稚园，即叫做幼儿园嘛，以前叫做幼稚园。阮查某囝后生拢无读幼稚园，拢甲你考。咱都足含慢的，考实是好去考就好啊。考都唔甘啊，蹛边啊，拢咪咧偷看3日就使无多啦，再甲抱倒来。所以阮查某囝无读主日，阮幼儿园阮讲好势哦，阮大宝若去读幼儿园吼，咱拢好考不要紧。没想到哭1天而已，第2天就没有。老师说：“今天 AB 啊表现很棒啊，没有哭，跟同学都玩在一起了，怎么感觉就很棒啊？”其实经常比较不棒的一件事情是因阿嬷他们现在那个圣诞节有去表演，因阿嬷去表演别项无看，敢若看因孙仔表演但妹妹困先看1遍，我已经听100几遍啦你讲看了伊才困得去安尼啦我已经看100几遍啦。我在想讲人生会长大，有一天你会离开你的父母，那是你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当你发现你安尼，你有一个职位，应该这职位是我，有一个订单，这个订单是我的，可是我怎么争取我都争取不到，你会有失落感哦。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信主以后的一帆风顺呐，绝对都不会有失落感，你们绝对会有失落感。所以说基督讲嘛，基督讲嘛，你们会有患难嘛，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占领了这个世界，我已经看赢这个世间了，我已经赢了这个世界啊。那么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是什么？就是说在顺境逆境，你能够完全交托，那是人生最完美的一个阶段。顺境逆境你都要交托，顺境交托很简单，逆境交托不简单。我们在逆境的时候要依靠主。我相信你们是只有对在踢球也一样，有时候也觉得说好苦，撑住，上帝跟你们同在，你们会得胜。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念，上帝会跟你们同在。所以人长大3次之后，要记住什么？要祷告交托。你凡事的时候要祷告。我们那个小猴子都希望说，都每次都会来看阿公祷告。那祷告完之后说，阿公怎么祷告那么久？哎呦出去，他说我要祷告，祷告完一下子结束了。阿公还没结束，他又要祷告，所以他都要祷告3、4次。可是我都不知道他在祷告什么，那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有成万名祷告的殿啊，可能在3月份我们会开始礼拜3，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可能不要忘记什么叫祷告，因为祷告上帝会帮我们忙啊。就像我们走在那个崎岖的山路啊，哎呦，碎石你都来讲上帝啊，我跟你祈祷，你都根本头前啊，你这麻烦。可突然你往回头一看，你看到什么？耶稣背着十字架，帮你挡着大石头呢。主要说基督是给你当那个大石头呢。你才会当，你敢若细粒石头啊，拄到安尼，给你夹一个，你就感觉痛啊。迄个上大粒石头是主要说基督派十字架替你背呢。记住，新的一年，新的一年，主耶稣基督替你背十字架，替你挡住那个大石头，这很重要嘞。所以咱来教会，你会使1点钟都要做礼拜，其他的时间你都要厝里都要路里都要任何所在啊。你无限你的时间，总是你的心伫遐来用祈祷，做祈祷那是足大的。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一个很感动的一个故事，叫做缺角的幸福。这个家庭并无富裕，总之这个家庭有一个特色，这个妈妈买迄个餐具拢买几套，所以食饭拢是几套的餐具啊。你感觉讲安尼食饭是安尼，大家做伙食饭伊的厝里有4个囡仔，佮爸爸妈妈6个人安尼，都要一个餐具6套，大家食饭。吃饭的时候是最高兴的时候。那餐具都是很古老的。有一遍在妈妈咧摕餐具的时阵这个小美不注意，
碰到他姐姐的餐具，变成缺角啊，餐具变起一角啊。他们家并不富有，这个餐具哦，都是阿公阿嬷留下来的，很宝贵，啊，起一角，啊，要安怎？所以他觉得很惭愧。啊，等于餐具哦，不一定讲特别拢分掉，所以每次吃饭哦，谁拿到那个缺了一个角的餐具，大家都我的餐具怎么又缺个角？心里都不舒服。慢慢长大，有一天，妹妹又拿到餐具是缺角，然后我跟你换，那是你把人家用破的。爸爸突然走过来，他说：“缺角的，就是因为我们那是上帝特别，你看5个餐具都没有缺角，就这个餐具就缺角，所以这个餐具是安怎？这餐盘给上帝特别赐福的，我们每个人跟他抱一下，跟他亲个嘴啊！他妹妹好高兴哦，每个都来，妹妹你好棒，妹妹你好棒。”从此之后，他们家庭每个人都在抢那个餐具。缺角的餐具，因为妈妈是随意分，结果呢分到缺角餐具哇，我中奖了哇，大家都照应，跟他抱一下啊，好高兴。所以缺角的餐具变成他们家里面是一个幸福的象征。他们都长大了，各有各的事业。有一天，爸爸妈妈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一起去餐厅庆祝。等于在庆祝的时阵，突然间 waiter 过来，发给他们每个餐盘发现到一个餐盘缺一个角，他就为了讲啊，是的，我给你换配啦，大家都笑出来讲唔免，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跑到他的前面跟他抱一下，哎，你是今天的幸运星。缺角，人生都有缺角，人生不可能完全的美满，你的这世人都不可能完全美满。你的这世人缺角反而带来幸福，因为缺角中间你会磨练自己，让他长大。在缺角中，你会倚靠主，你袂靠家己，你会尽力的力量了后，人的前方是上帝起头，你会倚靠上帝来得到胜利。请大家来祈祷。主啊，现在我真感谢你，我的人生虽然无美满，总是我们重新出发。我的人生虽然欠缺，总是我们要在我的人生中间。为着主你来做工，我们用专心的奉献，我们侍奉主你，主恳求你接纳我，主你感纳我，让在人生这缺角的餐盘之中，我们找到你的幸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咱过来吟圣诗603首，请咱起立来吟第1首甲第4首。坚固也这家庭败，全咱困苦别困目前，准备灾难大地成，暗世君龙兴起，可以增加基地，来日虽。写的话，每每干杂无归家。暗世君王虽然龙权温和，不准伊侵犯。虽然咱的亲人在无生命大汉。声地位，拢予魔鬼抢去，上帝声声陪灭去。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请坐。报告前，咱先来看咱今仔日的台语金句，请咱来读两解。耶稣已经受洗礼，念伊对水上来，天忽然为着伊开，伊就看见上帝神亲像钱仔降临，伫伊的顶面，搁对天有声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来过一解，耶稣已经受洗礼，念边对水上来，天忽然为着伊开，伊就看见上帝神亲像钱仔降临，伫伊的顶面，搁有天对声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马太福音第3章16至17节。过来，咱看侍奉的下周请有侍奉担任侍奉的，咱的同工吼，请咱备办心。过来，咱来这个奉献的报告吼，若有订单，请咱向相关的长老执事来更正。消息报告就是咱第一项，咱有这个后礼拜咱副团契要做迄个台球花艺吼，请因为200块内底有100是由教团契来补助吼，所以咱个人还佫交100块。第二就是这个拜五吼，1月初7咱要召开定期的中执会。第三就是2月27要召开咱2022年的定期好会吼，请咱为这个事来祈祷。过来，咱具体甲大道事项吼，请咱来看。咱也特别为了招商节吼，甲伊的囝儿吼，周玉明啦吼，佫周柏林吼。请咱为着因的周亮如，咱为着因的工作，甲工课来带到。即时咱要请迄个世新足球队是伊要递上咱教会感谢状。即个无咱请迄个姚定了，嘿，请你来接收啦，吼，多谢。迄个世军，吴世军，请咱来一个来翕相，嘿。好，谢谢。好，多谢，好，对。有啦，好，请坐。好，请继续加油吼，咱也继续为因带导吼。接续吼，咱要来吟上营吼，391首。咱吟诗刷要请林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上营391首。人人
阮的世间的上帝，你时时刻刻甲阮三甲伫地，就是因为你伫阮的中间，所以阮一个人拢会通得到上帝祝福，一个通平平安安来经过。特别伫新的一年，这个日子伫阮的中间，你常常伫阮的中间，甲阮三甲因带。主，阮感谢你，但愿要将阮的兄弟姊妹所有的人，搁一摆伫遮祈祷，恳求将阮每一个人的一切来交托伫上帝内面。主，求你就一个一个甲阮三甲伫地，互阮完完全全得到主你的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约，常常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暂时来接受圣歌队的祝福。这时我来介绍一位伫咱中间的姊妹，伊的囝儿是伫咱的亲戚啦咧庄美玲姐妹，欢迎到咱的中间三甲敬拜上帝，愿上帝阮常常甲伊常常伫地伊遮目前是住伫中和住伫新北市中和中和路遐应该是中和市是很酷对。是，真复杂安尼，咱即时请咱来行平安礼。咱一面一面行平安礼，一面开始敲咱的椅咱来做小组咱来小组到12点半点钟差不多25分钟小组今仔日会记哩，咱摕白纸分互各小组，将恁的名册甲电话写一个，佮第一个恁真个组员，第二有可能失联的组员，第三有以后可能变成咱的组员，这三代志恁拢写咧，写恁的名，写电话，交互迄个民理作为来整理嘿。每年坐因后生190几公分，足因斗的那这准备找对象的，紧去找嘿。你们要留下来，还是要留下来聊个天，还是到上面去跟他们谈一下？嘿，要不要到上去跟他谈一下？等一下准备吃个饭，就离开，好不好？嘿，上他们
到上面去跟他们在一起哈，都是年轻人，啊，看他们吃什么东西，把他们抢走，嘿，不要输他们，他们那几个都像土匪一样，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很感谢你们来，好，来我们上去哈，上去，哎，哦，这新闻岛，嘿，嘿。你滴老牛多谢你，迄两档的大家咧反弹啊，已经几下来澄清啊，两档共处置的代志，徐国勇讲伊要研究啊，已经引起到反弹啊，两档就共处置的代志，无因为处置最重要是健保啦，无啦，这不是即马要恢复啊，即马听讲你讲可能爱1月初到选了咧，中二即马咧选举嘛，选举无爱用这问题咧吵。啊了后吼，因为过来春节，大家要倒来啊，啊倒来了就随甲恢复，啊春节袂当倒来的人，嘛有可能恢复。因为这类要变，因为这 COVID-19 有较特殊啦，你若普通时是无话讲啦，啊这就大家袂当交流啊，袂叮当啊，即摆已经足侪人啊，已经足侪人来，反正阮刚才已经正式甲徐国勇讲啊，讲你来处理啊，伊讲啊无等中二选举了咧，大家正式讨论啦，即摆你。讨论落，都大家都多政治操作啊，所以讲等下啊，做选举就后礼拜日就是啊，就算啦。嘿，按八日春节以前啦，可能就处理。嘿，你老娘，你对领导阁有啥物好食的无？来，其他好食的吼，啊，你无找明显哦，无我找明显哦，因兜拢足侪好食的咧，大型的。对啊，嘿，你若巴肚也无物件，拢去李长老娘因兜食吼，因兜食侪物件，嘿，啊若无我都找别人爱倒，嘿，咱明年这第一来到参加训练，伊最主要是用生一个后生足因兜的啦，吼。100公里上，咱会记你会记你联络，写联络名册，写联络名册，啊，加4年的，有诶无来教会，咱写咧，啊是有可能啥物人来，咱拢写，啊设立群组，好不好？各组家己的群组，各组家己交代就好，嘿，各组家己群组。各组自己有群组哈，各组自己有群组，这叫赖很方便。各组自己有群组，啊，我组长要请大家祈祷，为着什么代志？恁去组啊，免让别人知不要紧，不必给别的组知道哈，不必给别的组知道，嘿，来，大家招呼一下哈，大家招呼一下来，大家招呼一下嘿。啊，事实上看阮林牧师今仔有缘投无？吼，林牧师今仔穿一件绒啊西装，足缘投的。嘿，事实上看一下安尼。啊，你绒的西装足缘投都对。有啊，即个西装足绒啊西装，迄种流行足缘投的啊。嘿，你要看咱林牧师足缘投，你要甲伊看一下嘿。哎呦，你终于来了哦！早上还在讲说很对不起你呢，我早上还在讲说对不起你 ，COVID-19 唔知会使去也袂使去，都唔知。无啦，都唔知会使去袂使去，都唔知。你看，废话讲有啦，因拢去看你安尼。哦，你安尼比钢铁人呢？哦。被钢铁人的，我去拿。来，铁人你也看，钢铁人。咱去摕白纸吼，将你的名小写一个，啊，个人你来当招的人小写一个，反来整理吼，反来接起来整理，啊，会去大龙设定群组哦，吼，大龙设定群组，嘿。啊，早点放去啊！啊，废话嘛无去，要来看电台啊！
恁来设定群组好不好？来，大家分设定群组以后，大家会当较那些。我知大家做者群组的啦，但是我感觉这个群组可能很重要哈，非常重要。来，嘿，这县管队的群组大家走无伊啊。哈哈哈哈！啊，无你要去参加白组啊？哈哈哈哈！你来参加白组？伊咧用迄个面包啦，嘿。转参加，迄个无来转参加这组啦，嘿。你们接着想办法建立一个群组，就是专属你们小组的群组，好不好？专属你们小组的群组哈，那个不必给别人知道，就是你们小组的群组，嘿。那你们稍微写一下名册哈。稍微写一下名册，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制作名册哈。哎，我们可以建立小组，也可以建立名册哈，好不好？嘿，然后可以开始讨论一下3月份的祷告会，你们有什么看法没有？啊，如果再精进你们小组的聚会哈，你们小组可能自己3-2个日期，大家要稍微聚餐一下，还是说，你们要去哪一个人的家中都可以哈。如果聚餐没有经费的话，我都可以请客，嘿。
你若有建立群组吼，恁较早家知就好嘿，不必跟别人分享吼。有寡代志其实莫有别组知嘛，袂要紧吼。免死个保养吼，免死个保养嘿。啊？不会建立群组不会哦，怎么可能不会啦？建立群组很简单嘿。你要自己就取个名嘛，看要组长的名字还是地基组啊？呢，设个群组嘿，嘿。啊，那或者今日无当制作名册，你会带群组了，你当传互阮作为来编制吼，咱可能要开始做咱教会名册啊，嘿。
前的法律无限的倍数，它这样改成15年。应该。
等一下，麻烦带大家吃个祷告，然后不12点，12点。我们在2分钟要准备做结束了哈，2分钟准备做结束了哈。你们大概在1分钟以后做结束的祷告的哈。那如果要继续聊没关系，我们12点准时要做那个我们吃饭的祷告啊。之后你们要继续聊还是要解散都可以哈。即摆12点啊，请咱三个来做食饭祈祷，请咱三个来做食饭祈祷。好，先暂停讨论，咱来做食饭祈祷。麻烦主完真感谢你，互咱小组真热烈的讨论的中间，要让知阮爱合伫主你的旨意，伫这个新正年头，我要重新出发。阮的教会真正要得到主你大大的赏赐，得到大大的复兴。每一个伫这聚会拢是主你的宝贝，主劝你适合看顾因，对用年冬的免流，亲像稳定的免流，滴滴的新酱。主阮即要享受你所收拾的美牛菜色，主劝你伫阮的身体，你伫阮的交陪。我用听自己做聚会讨论的时阵，真正知。主，你是听阮，互阮的彼此相听。阮就要享受来先来祈祷，用主要所祈祷圣名来求，阿门。
好了，可以开始分了，哎，可以开始吃饭了，吃饭了，哎。啊，恁一边食饭吼，一边看阮林牧师今仔穿西装，足引导的，足水的嘿。嗯。看看一个，啊，你连头无啦，连落上啊。